米迦书第5章，小安的子民着组织正做军队，难受围困攻击啦。因用棍得讲以色列领袖的喙皮，对伯利恒来的统治者，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大宗族中虽然微小，毋过有一位会对你遐出来，为我治理以色列。伊的军员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，所以上主要将伊的子民交互对敌，直到迄个在崔尊的妇人人甲囝生出来。迄时，遐个狩猎要挖地的同胞会倒来以色列遐，伊要靠上主的气力徛出来，奉上主伊的上帝名的威严，牧养伊的羊群，互因安然徛起。伊会伫全地受准做大，即位会互咱四境平安，解救甲刑罚。亚述侵犯咱的国土，攻击咱的堡垒的时，咱要指派7个牧者陪首领反击，因会用剑治理亚述地，用飞出来的刀统治宁录地。亚述侵犯咱的地，吞踏咱的国土的时，即位会解救咱。以色列所剩的子民伫万民中，会亲像上主降落的露水，亲像润泽草的甘霖。因毋免倚靠人，毋免期待世间人。以色列剩落来的子民伫万国万民中，会亲像树林内百树中的狮，亲像羊群中间少壮的狮。因经过的时，会吞踏拆你。无人会当解救，恁会赢假对敌，消灭恁所有的敌人。上主讲，伫迄日，我要对恁中间拄起恁的战马，毁坏恁的战车。我要毁坏恁国内的城市，拆毁恁所有的堡垒。我要拄起恁手敌人的射术，伫恁遐无阁有卜卦的。我要对恁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甲石条像。恁就无阁跪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。我要对恁中间背出阿舍拉女神的条像，搁毁灭恁的城市。我嘛要发大受气，报应无顺趁的列国。